大家好，我叫潘希喬，今年啱啱喺香港中文大學畢業。我嘅主修科目係心理學，專修教育心理。我目前喺嘉諾撒聖瑪麗書院做緊兼職嘅數學真人課程導師，而我好希望可以你哋嘅學校成為一個數學教師，開始我嘅教育旅程。我對教學嘅熱誠係源自於一次喺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嘅義教經歷。當時我係一個暑期課程嘅義教導師，負責設計一啲有趣嘅學習活動，等學生可以喺愉快之中學習，提升佢哋嘅學習興趣同埋動機。啱啱開始見到佢哋嘅時候，我發現佢哋對學習表現得唔係咁投入，所以我開始去留意佢哋分組活動嘅時候講嘅嘢，又試下同佢哋傾下偈。之後我發覺原來佢哋唔投入係因為覺得唔明白點解要學呢啲課題，所以覺得冇興趣。因為咁，除咗諗一啲更加有趣嘅學習活動喺課堂進行之外，我仲嘗試將佢哋需要學嘅課題扣連多啲去佢哋嘅日常生活入面，令到佢哋明白學習同佢哋自身嘅關聯，提升佢哋嘅動機同埋興趣。喺調整咗課程之後，好開心見到佢哋越嚟越投入課堂。喺當時，我發覺原來能夠就住學生嘅需要，設計適合佢哋嘅課堂係一件好有滿足感嘅事，亦都係因為咁燃起咗我對教育嘅興趣。之後喺嘉諾撒聖瑪麗書院做真人課程同埋暑期銜接課程嘅數學導師，都再加深咗我對教學嘅熱誠。當時我有機會去教一啲更加大嘅班，而上堂嘅模式亦都更加接近日校嘅課堂，所以令到我察覺到大班上堂嘅難處，例如係學生嘅學習差異啊，同埋課堂秩序呢一啲。因為咁，亦都俾咗機會我去發掘唔同嘅方法或者對策去照顧學生唔同嘅需要。一方面令我了解多咗作為教師嘅工作，另一方面亦都加深咗我對教學嘅認識。至於點解我希望可以做到你哋學校嘅數學教師，就正正係因為我覺得你哋學校嘅教育理念同我希望做到嘅嘢好相近，所以我好想可以喺呢個環境為學生提供教育。其實我係喺 Threads 上面見到你哋嘅招聘廣告，當時我已經覺得對一間小學嚟講，呢個招聘方式真係好新穎。之後撳到你嘅網頁睇，見到你拍咗好多唔同嘅 virtual tour 同埋短片，都令到我覺得你哋嘅學校好緊貼社會嘅發展，俾咗好多機會學生去接觸唔同嘅媒體同埋科技。喺片入面，我亦都見到好多開朗活潑嘅學生，佢哋敢於提出自己嘅意見，所以我好相信呢個會係一個好好嘅學習環境，去提升學生嘅學習動機，令到學生可以愉快咁學習，令教育事半功倍。亦都係因為咁，我好希望可以加入你哋嘅學校，成為一個數學教師，為你哋嘅學生帶嚟學業上同埋整體成長上嘅正面影響。雖然我知道我嘅資歷對比起其他有小學教育文憑嘅應徵者未必咁有優勢，但係我依然相信我修讀教育心理學嘅背景能夠有效咁幫助我喺支持學生嘅發展同埋成長。我認為我係一個享受學習同埋挑戰嘅人，所以我好相信我可以喺呢個教師嘅崗位上面持續學習，為唔同嘅學生帶嚟合適嘅教育。所以我相信我能夠升入數學教師嘅呢個崗位，喺天虹嘅呢個大家庭入面為學生打好成長嘅根基。